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6页。解说甲正文第26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5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5节，就是解说甲知心如梵故无所着也。即嘛应该呢，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一面，一面就是若言着正人性本正，有妄念故解乎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着正却生正妄，正妄无处所，着则是妄。正无形象，却立正相，言是功夫。作出见者，将自本性，却被正薄。即嘛应该要来解说这段道理。在要来解说这段道理以前，对前面所讲的不看心，或者是不着心的心的看法，搁再来向各位做一个详细说明。咱讲向各位来做一个详细说明呢，那就是讲心是一种的无在、无所不在物件。所以嗰种讲做心的无在呢，就是讲心无一个所在，安尼名叫做讲做心是无在。但心呢，又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就是讲无一个所在呢，无心的所在，也就是讲心呢是遍在一切所在。这是咱佛教对心的看法。因为咱伫咧学佛的人，就是伫咧修心。根据依照禅宗讲起来，就是讲直至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咱对心的了解呢，非常的重要。咱即马先来讲这个心的无在，说来则讲做心的无所不在。心的无在，在咱这个所在所讲，就是讲心原来就是希望。心呢是一种的幻化物件。那既然心是希望，心是幻化物件，当然心呢就无一个所在。就像我在前面所讲的，咱暗时伫咧做面梦，面梦讲好伫要甲咱教啦，或者是讲差啦伫要甲咱约啦。你若毋讲好是伫倒位差啦伫倒位一旦到我精神迄个时阵根本呢也无看好，也无看差啦伫倒位。像是是讲伊伫咧面梦中。有好要甲伊教，有差啦要甲伊约，哇，惊甲呢哀叫。但在边一个醒的人是讲奇怪，你这人较伫困伫寒眠你是咧安怎样呢？较大伫咧大细声，所以迄个醒的人根本嘛无看到好，嘛看到差啦，逐项拢无看到。那这就是说明讲希望的物件，所以就无一个所在，无有啥物所在有迄个物件伫咧。妄心这是希望的物件，所以既然是希望，就是空。你袂使咧甲伊讲妄心是生的对，这呢正就是咱世尊对阿难尊者所讲的，心呢是无一个处所，心呢无一个体，尤其是呢意识毋是心，所以心是无在欲。希望讲起来，因为是幻妄不实。第六意是妄想心是幻妄不实，所以呢就是无在。用真心来讲起来呢，心嘛是无一个所在。咱讲心无一个所在呢，因为这个真心呢，这是一种的真理。真心呢是无形象的物件，真心呢毋是世间的物质。那是咱世间所看得到的这物件。凡是呢，有一个物件就有一个所在，是毋是安尼呢？
比如讲一座山，一足大座的山，当然啦，伊所占的空间诚济啦。咱会当好真远就明显看到讲一座山是生伫啥物款的所在，都有一个所在咯。或者是讲一座老仔厝，哇，这座老仔厝是几十层，真悬阁真宽，安尼呢就迄座老仔厝的所在啦。比如讲某一个大间老仔厝，现做是就是讲是属于大间饭店啦，或者是讲大间公司啦，啥物大厦啦，伫啥物所在？比如讲问讲某公司是伫啥物所在？一定有一个所在伫咧。乃一个到甲上界细的物件，一粒沙嘛是有一个所在咯。虽然讲迄粒沙是真幼，但是既然有一粒沙伫咧，一定有一个所在。那这就是因为世间的物质，所以世间的物质呢，无论是大项，无论是细项，一定有一个所在伫咧。比如讲，咱目睭去用到迄个营养垃圾，那就是讲一粒迄个土沙走入去目睭入去，目睭就是迄粒土沙的所在，一定有一个所在伫咧。也既然目睭用迄个土沙入去，你若无去叫迄个眼科医生，将你即个目睭内底真正幼的迄个土沙来甲伊洗掉，哇！你这目睭一直点一直痛，根本呢你就无法度好看物件，因为迄是有一个物质，有一个物质就有一个所在，有一个所在呢就变成有一个障碍。就是讲真正美细迄个土沙走入去目睭底不得了啦，你这个目睭呢就受障碍啦。真心呢毋是世间的物质。因为真心毋是世间的物质呢，所以就无一个所在。这也是咱真心的无在意识。但是这个真心呢，却是无所不在。按讲是无所不在呢，因为这个真心就是宇宙人生的本体。心呢是遍在一切处，所以呢，无论什么所在，都拢是这个真心本体所在。安尼叫做讲做真心呢。是无所不在，无论是欲望心，无论是欲真心，你要甲伊着在一个所在，这拢是毋对。为什么呢？欲望心讲起来，根本这个妄心是虚妄，本来是无的物件，你甲着，这已经是错误了。真心呢，遍在一切处，你无欲迄个遍在一切处来去甲伊体会心体的广大啊！你要甲伊着在一个所在，安尼呢，这个真心呢，变成互你局限去了，这也是不对。所以无论是欲真心讲也好，无论是欲妄心讲也好呢，拢袂使你着。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才讲做不着心，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对前面原不着心知心如幻过无所着。迄段道理的补充说明，咱即下来解说明讲欲言着情人性本静，由妄念故介乎真如。讲假如你若是讲着情，毋过呢，人性本来就是清净，因为妄念，所以呢就介乎真如。直接写讲做着情，就是根据藏宝本；若是根据敦煌本呢，是欲言看情。这个看情甲着情，在前面我已经讲了。这个看，就是讲用过你的智慧来去甲伊观照。但是你起一个智慧甲伊观照，迄个所在呢，也就是一种的着啦。所以着甲看应该就是相通。在前面所讲迄个着心，咱普通就是讲戒禅就是要修咱自己的心。那所以结果呢，就要在迄个所在要来去找咱的心要在心去用功。事实上呢，
你认为讲这就是你的心，安尼呢，就是一种分别的希望。所以啊，就袂使你起一个心，袂使去着。若搁进一步讲坐禅，就是要使咱的自性会当得到清净。所以结果呢，就来着迄个静。那你会知影，本来自性就是清净的。所以你起一个心，要将你的性改清净，迄就是一种分别。那么这种的分别呢，就是起这个静妄。所以伫这所在讲若言着静啊，人性本静。讲你若是要来着迄个静，咱人的体性，人性就是讲咱人的体性，就是咱的真心体性啦。咱的真心体性本来就是清净。那对于这个着静，或者是讲看静，若是初步伫咧用功夫的人，一定是安尼想法，讲我的心不静啊。那么这个不静的意思就是讲心有染污。什么是染污呢？就是有这贪嗔痴种种的烦恼，所以就是染污咯。要使这个心会当互伊清净，要使这个心会当清净，当然就是把这染污的烦恼给去掉。安尼呢，才会当好使你这个心得到清净啦。所以结果只有在这个所在去用功啦。在这所去用功，这就是着静啦，或者是讲做看静啦。那你会知影，咱的心性本来就是清净，所以叫做讲做染污，乃是在咱真心的上面所有的一种的妄想而已。真心本体本来就是一种的清净。所以下面再讲，有妄念过介乎真如。这个人性本净，本来清净的自性也就是真如自性。这个真如自性本来是一种的清净，但是由于有一个妄念的缘故，就是讲起希望的分别念，所以就将这个真如自性给介乎了。将这个真如自性给砍掉了。对于这个，咱可以提一个譬如，就差像讲，天本来是真正清，日时头天气真清，太阳光伫天顶的所在，放出来越光明。那这就是天空的本相，也是迄个太阳的本来面目。如果忽然间起一个乌云来，由这个云结果就将迄个天给砍起来，给压起来；由迄个乌云就将迄个太阳给压榨起来。那这是因为有迄个乌云将迄个太阳给压榨掉了，由这个乌云将面顶真正清迄个天给压榨掉了，却毋是讲迄个天。本来就是有这乌云，有这垃圾，也毋是讲迄个太阳本来就是乌暗我这所讲是什么意思呢？所譬如就是讲咱众生的心体本来清净，众生清净心体中本来就是有智慧光明，但因为起这个妄念。那这就是一种的客观的物件，毋是一种的真心本体本身的物件。由这个客观的妄念结果就将清净的心体给压掉了，将迄个智慧给障碍了。就等于讲，迄个天本来真清，太阳真光，因为起一点的乌云结果给压掉了。这个乌云这个物件到底是毋是有体呢？无体。咱看讲天的迄个云有当时毋知对走咧，有当时就无去了。
这就是一种的幻妄不实、生灭变化物件。甲人讲，这个乌云若是本来就是有啊，安尼呢永远都是有。天顶的这个乌云，若是实在有一个体性存在啊，天袂当好开啦。定仔都是乌云遮掉咧，定仔都袂当好见到太阳光。因为乌云这个物件也是一种幻妄不实、生灭变化，所以随着气候、随着温度各个不同，所以有当时阵呢就走出乌云来，有当阵这乌云就无去。咱众生的妄念呢，甲一共款。妄念只也是一种无体的物件，只是有的作用。但什么时阵起这个妄念起来呢？这根本呢就是随境生灭的物件。本来心性清净由于妄念来介乎真如，所以便讲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讲人性是本净的啦，所以只要你若是无有妄想，就是讲无有希望的这款的分别心。只要你若是无有希望的分别心呢，性自清净。性自清净的意思是讲你的本性本来呢就是清净。这个自就是自己，自己就是讲本来意思。你这个本性本来呢就是一种清净的物件。那既然是清净的物件，有需要你要来去甲伊输意来得到清净啦，根本就无需要。比如讲有一个物件伊垃圾啦，咱甲洗互清气，本来就是清气啊，你有啥物都爱甲洗呢？根本都无需要洗。咱这个心性本净可以摕迄个旋石珠来甲咱做一个譬如。比如讲，这个旋石珠这个物件呢，本来是真定的物件。旋石珠这个物件呢，也是真光的物件。就等于讲，咱的心性本净会当放出迄个光明。迄个旋石珠本来内底呢，都无一点仔的垃圾。迄个珠呢，假定讲内底呢有一点仔垃圾呢，迄个珠就无价值啦。所以内底一定一点仔迄个垃圾都无。安尼才是有价值的旋石珠。这个旋石珠本来就是清气的物件啦，你根本就无需要讲我要甲洗互清气。毋过呢，旋石珠虽然是一个真清气的物件，你毋拄好落伫涂骹落，去卡着迄个垃圾。所以呢，迄粒旋石珠互迄个垃圾包掉咧呢，外面该看起来毋知影，就是讲一粒普通的石头变成一个真正无价值的物件。你只要将迄个外面遐个垃圾来甲洗掉就好，洗掉了呢，内面迄个清气的迄个旋石珠就走出来。旋石珠本身是无垃圾，毋免去洗迄个旋石珠的本身。你要洗呢，是洗迄个外面的涂刷，外面的绿膏糜膏，甲这同款意思。心性本净。只要你若无妄想呢，心性本来就是清净。迄边讲起心独净却生净妄。甲恁讲，你若是起一个心就是讲你在这个心起一个动念来独净。那在敦煌本就是讲看净啦。你以为讲心性本净你要来去找迄个清净的本性。起一个心要来去关照，迄个所在你变成独在静的所在咯。安尼呢，就变成一种的静妄。搁就讲静妄呢，就是讲对静的一种的妄分别啦。本来就是清净的物件，无需要你要来去甲伊关照的物件。你起一个心要来去关照，你变成呢就生起一种的。对迄个清净心的迄个希望清净心的迄个妄想走出来。迄边讲妄无处所独才是妄。讲这个希望的这个物件呢，本来是无一个处所。既然是希望，哪里有一个处所呢？我拄则所提的譬如
互咱上较容易了解。啊，毋是民望，迄个民望境，民望境就是假的物件，虚妄的物件。那既然是虚妄物件，哪里有一个处所？我拄则是摕迄个毋好起来讲啦，咱就约迄个好起来讲。比如讲，啊，毋是民望讲伊安尼着爱国奖券，着足济钱，啊，互伊精神，你毋讲你遐钱囥伫倒位啊？较有咧，因为迄是假的物件，所以你讲我着爱国奖券领几落百万伫倒，无一个处所。或者是讲民望趁大钱，起大楼厝，你一间大楼厝到底伫倒位啊？你这是民望去望着的物件，无一个处所。或者是你本来心肝定打梦想，讲别人拢伫咧开迄个外国的乌头车，我会当买一台外国乌头车来开嘛，介好啦。想一个久呢，毋是做起民望，民望讲去买着一台车是几落百万，伫咧开啦。互你一个精神，你迄台乌头车伫倒啊？根本无啊！因为迄是虚妄的物件，所以根本呢就是无一个处所。但是呢，你若着，这就是一种妄。就是讲你有着迄个所在就生起一种的妄念的分别起来。就等于讲咱，因为意识头可能你对某一项物件，你深深执着不忘。比如讲咱有当时阵意识头拄着恐怖的境界，暗时呢就会去民望着迄个恐怖的代志。或者是咱意识头心有一个贪念，暗时呢也就你所要贪念迄个物件会印出来。你认为讲你要趁大钱，民望讲你趁大钱啦。你想讲要来着爱国奖券，结果呢你民望着爱国奖券。你想讲要来驶好乌头车，暗时民望也互你民望着。那这就是因为你有着，你有这个着心啊，所以呢，这个虚妄的境界拢会走出来互你看。一边讲静无形象，确立正常，言是功夫。讲这个静本来呢是无一个形象，咱就得讲做人性本性，清净的自性，这是一种的理，毋是世间的事物。我在前面讲了，咱世间的物件才有一个形象。凡是世间的物件，一定有伊个形象。最小乃至一粒土沙，嘛有伊个体积，偌大偌细，是先人他们看咧，是圆扁，一定有形象伫咧。因为迄是世间的物质，但是这个静，乃是人性本净的静。咱的人性本来就是一种的清净的物件。这个清净的本性呢，是一种的理体，无形象。你呢，确实该立一个正相。你该当作讲，这个清净的自性是一种有的物件。本来毋是世间的物质呢，你要该当作一种有的物件，你去该想。所以结果呢，就你本身希望去安立一个迄个清净上走出来，言是功夫啦。以为讲你安尼呢，这就是一种功夫。那言是功夫这个问题呢，我在这个所在可以提一个例起来说明。比如讲，有的人伫咧修禅，认为讲这个梦想染污了。所以呢，就要将这个梦想染污给去掉。这个梦想染污去掉，迄个所在，以为讲安尼，伊的心性已经清净了。所以呢，就着在迄个无梦想的境地。事实上，着在迄个无梦想的迄个境地，是毋是就是一个静呢？那这应该只是伫遮所讲的立一个正常而已。你家当作讲已经有一个功夫，事实上呢，也是一种执着。所以修禅的困难就是在这个所在。咱了解这个道理了后，咱对遮所讲的不着心、不着静，或者是叫做讲做不看心、不看静这个问题呢，
就是在咱在修行的当中呢，会当好呢，确确实实真正正确的体会。在前面已经讲起真正清楚，咱这个禅应该是无自为本，应该是无念为宗，是一种的无自无念的，就是讲袂使咧执着，袂使咧起一个分别念。对于希望的物件起一个分别念，个人不对；对于清净方面起一个分别念，结果同款呢，也是一种分别念。所以伫遮才讲，净啊，本来就是无形象的物件。在这所以你家立一个清净相，认为讲这就是一种功夫。那事实上，这应该是一个错误。最轻声听众，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今晚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